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來看中級同中高級認真閱讀測驗拿到高分嘅技巧。根據中高級課語認證能力指標，學習者必須達成聽、說、讀、寫的各項指標能力，並能夠深化語境、複雜句子及有文化學習的能力。所以一個口腔為了示範，用選使用描錄地圖值得深度嘅，佢就深度嘅文章來做練習嘅文本，加強各項嘅抗議能力。接下來我們會使用兩種方式來進行練習。首先，我們會先以文本練習做示範，加強擴充客語詞彙及掌握抽象深度的語義內涵。接着，我們會結合例題進行題型練習。按樣說來尋，一道佢就深度嘅文章呢？我們是得對兩幾個方面來尋。第一，全國語文競賽抗議朗讀嘅文章，我們可以上網搜尋全國語文競賽客語朗讀的文章，這些都是非常有深度的客語文章。第二，抗議文學家嘅作品，我們可以拜讀一些客語文學名家的作品。第三，各類抗議文學競賽嘅作品，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客語文學作品來訓練我們的客語閱讀能力。第四，抗議新聞報道同描錄新聞稿，我們還可以培養每天收看客語新聞報道或是閱讀網絡新聞稿的習慣。透過這些方式，都可以增加我們的客語聽力與閱讀力。接下來，我們將以蔡承軒的義총閒語和李怡玉的白鴨木來進行練習示範。